色彩料理网当日为大家带来无同样的主题哦。礼拜一客家新主意，请到有名的师傅来教大家做创新的料理。2、3、4，哎呦，排队排到个后背去，你上晒。切开来，那就爆浆开来。哦，有好了，你那个爆浆啊，蛋糕。礼拜一到礼拜四，还有详情向下来变厨神哦。哇！我是过了消解吧？是不是该把它懂习呀？我们在做菜就像是在画一幅画，做一束束哦。礼拜五名人大雕师，有请到客家名人向下来钓闹热。反正对白良好，有精神心。干贝平常是用板做。反正你外嘛青菜讲本。good 啦哥。演来看呢，他都来包熊哎，刚才是谁告诉我要炸开的？请大家多多支持哦！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6、3點開始嘅色彩料理網，等來做喎，日日來水咯。